来源的部分，因为我们就要那个做21度目的那个讲解的时候呢，前面要做相关这一次的这个，相当于可以说课程内容的所需要的方面的，一定要再做一点点它的这个缘由，或者是它发行的部分、来源的部分啊，它是怎么那个有这么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加持力。慈悲那个大悲心的方面、智慧的方面、各个方面，所以呢，就前面已经是有解释了2次，对吧？对。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什么样子的情况，那么就是发菩提心，然后第2次再一次的把菩提心得到加持，然后再做怎么说呢？无量无数的。怎么说呢？众生的利益等等的这些方面，还有呢，今天呢，就是第3次也是可以说是这样，就完整的就已经揭示了它的原有的部分。那么为了这一次的课程的需要，那就是还有在我们就是念那个在解释讲解21度目的那个离赞文的时候，还有会出现一些它过去是怎么样子的那个划线。来的这些方面，这些都会出现，所以呢，就它的原有的部分跟它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历史方面啦，就是做3次的解释就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今天要讲的是又一次，那么就又一次是又是一个无助戒。无助是听得懂吗？就是无助是就我们在那个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犹如日夜不住空，是不是？那么这个住，怎么说呢？阿僧祇戒的一个名字就是叫无住戒，也可以说是实践呢，就是有一位比丘止。那么一位比丘止，一听到一个比丘止这样的情况下，那当然知道所谓的比丘这个名词是有我们佛教的里面的一个名词，相当就是很多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嘛。也有世界上有所有的人，就是有做各行各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名词也是不同嘛。像比如说国王也好，大臣也好，将军也好，或者是修行者里面比丘也好，比丘止、比丘女，然后也有那个菩萨，或者是怎么说呢，仙女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所以一提到比丘的话，那他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佛教徒，是一个修行人，而且是一个佛教修行者，那么就是一位比丘止。那么这个比丘止的那个怎么说呢？门号叫无着广，无着就又没有那种怎么说呢？业障的意思。没有相当就是业力跟烦恼的那种无着是这个意思，但当然这个名字里面有这个，所以就是它是完全是这样吗？但也这个也并不代表，但是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比丘，他的名字叫无着光。然后呢，无着光比丘呢，有一天呢，就是得到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灌顶，大悲心的灌顶，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所有的诸佛的大悲变成一道光，然后对这个比丘止进行了灌顶。那么进行灌顶的时候呢，就是有灌顶的方式来说的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呢，就是射无量的光芒，然后给这个无着比丘呢，就是作为一个灌顶进行灌顶，他得到了这些诸佛菩萨招来的生苦意三门的加持，特别呢就是在心意的意的大悲的所有的这个加持跟成就，就是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灌顶，然后得到这个灌顶以后，他就是变成了观世音菩萨，然后同时，那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对吧？因为他为什么变成观音菩萨？
那么观音菩萨，我们平常都是说他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大悲跟智慧的本性，我们都会这样讲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部分来说到它的缘由来说到，就是有一个无住阶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叫做无住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切诸佛菩萨十方三世的一切诸佛菩萨的所有的大悲的怎么说呢？那个光大悲，所有的大悲都是并在一起变成了光，然后就是对这个无著比丘进行了灌顶，所以他就是变成了观音菩萨，然后同时又以此在五方佛等所有一切的诸佛菩萨又以此做了一个智慧的灌顶。也是同样的，就是要进行灌顶的过程，就是同样的，就是以照射光芒来进行这样的灌顶，所以这个呢，就是成为了观世音菩萨。Jai